有男朋友吗？等一下，如果有人跟你搭讪，都不要理他。坏叔叔，还有坏叔，对坏叔叔。还有马上还买叔叔，我自己挖洞给自己跳。总木卷总太哥，仲台公你好，你跟张伯谦是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他改和尚就是这么的群偏又散忙，很少像张伯谦这样不吃怎么该把 Cam 那该把 Q 那差安豆哈？差超多，一个那么胖。刚刚明珠姐说想让你们两个吃，因为你两下看起来我讲皮很好。什么？没有，东北没有。哎，还有朱敏师傅哦。那你21一半，我攞21半。那请安后，徐师傅不要生气哦。哎呦，啊，跟我本爱是难看啊，哦。基隆沙黑你的忠实观众，给明月谈伯谦公主是不是觉得很衰？这个大小可以吗？还是再大一点？要不要拿那个叫测量的来测量一下？可以。哎，时间过了呢。哎，你们真的是被他拖累了。那个，啊，你一直怪我，这样我们感情会不好呢。不然我们床头吵，床尾和好了。那又不是老婆。哎，你不是在床尾和吗？他说不要跟我和，他说我被你害死了。那个，哎，我们还要吃蓝队的呢。不是因为老公已经来了，对呀，要下班搞了一整天。而且给他不开给买后自掏腰标哎。没有，他们是整个社区已经站在社区门口准备拍手了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哎，白強，今日同輝爺來到沒有呢個好量嘅導演。沒有，唐公好量又散步。哦嘿，白強。為什麼？哎，沒有啦，三寶好像之前就講過，嘿，該體條啊，還有飯酥，還有西瓜。哦，超濃唔錯。而且呢，好量嘅導演都好呢，係有一般嘅好多人，一般嘅客家人，故所以咪係嘅族群融合做得是到無強嘅美食咯。馬上呢就分享到呢個評審欣賞，先來分享到盧俊斌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盧師傅你好，還有李志良李師傅。好的，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志良。哎，志良公你好。好，馬上呢就來分享到今日慘水集，我們這一組呢是母女檔，分享到嘅係飛本記劉子君。歡迎。媽好美哦，還有凍醬好美。好，咱最今日會分享到係廢窗醬哦，固熟哦，蘸臉照到妹妹。來，我們有一個妹妹誒，嘿哦，妹妹你好。飛本記劉子君吼，有啥年都會菜啲好兩年嗎？媽媽？唔係，我係嫁過來。唔係，我爸爸係好良嘢。哦。我媽媽係苗栗市西邊嘅，係。跟我們家組合一樣哎。係啊。我媽媽也是好兩年，我爸爸係苗栗市人這樣。對，古時候我聽我爸爸家就講海豐。哦。啊，聽媽媽也偏就講西煙。家講到好兩嘢，特別有乜嘅好教、好食、好料嘅老太太手機下。我長期在南非啦，我嫁過去嗰邊27年。哇！特別在來家下做親戚朋友帶我去好良，去年當中去過好望角。所以人家到南非真的好望角東江，但係好良嘅咩不差。哇！跟你東江。嘟好黑亞拜以前的管漢轉到台灣嗎？對，我也沒叫他待着了。對。可是我也糖的是客家話嗎？糖的是。哇！咁南地沒有講客家話嗎？我講。有糖啊呢。有糖。啊，有男朋友嗎？等一下，如果有人跟你搭訕，都不要理他。壞叔叔。對，壞叔叔。還有馬上還買叔叔，我自己挖洞給自己跳。幾年次的？8、9。喊頭數了哈。喊頭數，郭仲斌呀。對。嘿啦。幹嘛？就他就是壞叔叔。哦，也到南非出生的哦。哎呦，對啊。那你會講南非話嗎？南非講英文啊？是嗎？對，南非講英文，但是學到9年級的南非文，還要學南非叫文。 Afrikaans。Afrikaans。哇，媽媽沒背呢哈。會多少會啦。好，哎呦，動線起呢。那我們這邊會講哪一邊話？西班牙、台、葡萄牙的。客家啦。好啦，那大家講下，除了介下講嘅好望角，後兩兩片素菜，還有乜嘅好搞好料嘅素菜？好龍係啊，好龍絲港口。漁獲量蠻多。漁獲量蠻多的。外埔漁港有嗎？有。該地北都有嘛嘅？
有就是渔获量啊，一样是渔获量海产类对，都海产的。你们嘎斯兄买渔获还去外埔渔港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啊，有时候会去台中，但是也有龙较多，较穷啦。今天想学南非话吗？大概没时间吧。因为学大概没时间吧。对啊，因为今天的主要是来煮菜。嘿，讲到重点的啦。对啊，要煮菜呀。嘿，今天还有一个比赛的节目啦，哈。嘿，哪一天我们再去参加南非的节目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那你要带我们去哦。因为我们也梁祝轩动献起呢哦。对，好，现在看一下剔除料理的色彩，系咪解咯？除了解下讲嘅散步、提示步来咯，来看。大菜，大菜耶！而且第二個都南非咁有，有，沒有哦？但係冇強樣一種，冇強樣。南非嘅係安尼圓圓，冇下背嘅光暗草，冇，就太條，就太條，對，太條，像一條花樣對，圓圓那種。好，來分享到有一種發菜嘅牛肉，分享到嘅係莊博卷莊太哥。莊太哥你好，來。好年輕哦！哎呦，先問一個問題哈，你跟張博謙是什麼關係？沒關係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來，其他前的啊，是剛去田裡面冇行田嗎9千條攏行田做。真的，你看來改後上就是這麼的。群腔又散忙，很少像張博謙這樣子好吃懶做，不吃。怎麼個白謙那個白圈呢？差很多哈。差超多，一個那麼胖。安尼我停下來田裡做看下先。他不吃土，他不吃土。好啦，老大家講下，怎麼個除了散步之外，後兩還要提示步哦。但發菜因為後兩種出來特別好咧。因為一個後兩嘅奶吼沙唔加多，所以佢一個排水唔加好。加上一個熱壓嘅溫差係唔加太，所以佢嘅種出來嘅花菜吼特別正。花菜冇按好種哦，聽講呢，其實種植嘅時節應該算係產量最少嘅。係因為花菜佢係屬於一個十字花科，屬於一個冬天。寒天咧係冷搖嘅，唔過又萬於係呢台灣咧一個。天時變化，係還有農業技術嗬，前河所以係夜晚歸量，夜晚一天攏可以種啦。唔過係夜晚攏睇嘅中南部唔加多。你下四季春有咧。好，來看看今日帶來嘛好料本態色。哇！你係清炒哈。咁。哎呦，凍前哦。而且當有營養。食到最末還有一點點那個甘味、甜味。所以本身哦，就黑公企業吧，青菜的甜，再加一點油炒一下，然後就當斬掉誒。哎，如果用你那個9年級的南非話，我會講好聲用慢講。My hood， My hood， My 啊 ，You like it 嗎？哦 ，You like it，用扮 like it。必勝 like it。冇動槍。好，今日體育館呢，就拿下後兩啊，種到青紅的花菜，向下來做體育館的挑戰咯。博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地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做大家嘅法菜啊，做的有嘛變化呢？一般來說就是炒啊、甜。可是呢，你風吹嘅菜苗當貼片咯，風吹帶來料理係乜嘅？天女散花，哇！流沙，天女散花，而且我們芷君就是學跳舞的，說不定待會呢，給我一片天放菜出來就一邊有一段表演。哦，明珠姐幫你 Q 咯哈，我就會期待在這邊。傻眼了。哦啊，咱最近我要做嘅料理哦，用到在地食材睇呢個食材哦。睇看今日我做嘅料理係乜嘅？亞洲子羊。喺做係乜嘅意思嗎？亞洲。椰係花椰菜，個棗係鳳棗。鳳棗。椰棗之香。用煮嘅名嘅全部都意有創意哦，有發揮想象力。到底什麼是天女散花呢？還沒懂上一題，大家有信心冇？有信心哦。有。它變起來哦。有。也係一個南比客家，然後美麗客家嘅挑戰。好，馬上來倒數3、2、1，
耶，抢开始，紧张嘞吼。没有。韓這個天地幾條到底係做嘛？他就等一下改天女散花，可能呢，記得會加也試試改南非的一些元素。我還蠻期待的，對啊因為南非一天到到香料，會不會有一台灣用嘅元素吼？係啊，莎莎來來看啊。菲芬阿姨，今日你嘅列料裡會有南非嘅元素都點冇？應該係很多外國的元素吧。外國好對好，哪一我些？妹我做的係白盤，你看其他都雕刻起來嘅呢。對，熱天時間是個較涼爽。哦安尼。阿妹耶，阿妹煮菜哦。對，以前3年全部到澳洲布里斯本，阿摩托嗰邊家下叫做自家料理哦，自家煮哦。安住也一隻波比嗎？冇，我拉嘅很多南非。也拉也咧妹。一啲拉嘢冇。那真的是掌上明珠了。對哦。啊，今年外國啊，外國嘅元素就嘛改啊。像翁利係外國嗎？有啊，嘅南非嘅史瓦濟蘭王國。當到台灣的農耕隊過去種給往里當好食咯，還有番薯啦、烏味啦，過有種嘅米啊，對，全部都當好。你等下做改那個花菜，就是像有些人現在潤筒啊，有些減脂增肌的，對不對？對，花椰米要用種。是，花椰菜嘛吼，較好燙的名嘅，我就想到講。就像我講嘅，以下當然咯鹹配，什麼煮老野菜有冇？蛋生未做得，內皮飯、皮麵未做得，安尼就冇用到油菜花。我就想到有道菜按到蒼蠅頭、烏蠅頭，咁樣當茶飯，什麼？我就想到一隻結合，安尼有葱啦，過嘅蘿蔔乾啦，過嘅蝦米啊，安尼啦。你真的是瞬間轉海陸呢。十分的厲害。好，子君妹妹已經看見十分的會做。係啊，好厲害。你冇講嘅貴重兵啊嘛，他認為他是大廚師呢。佢平常是跳舞，對啊，跳舞噶，佢自己四跳那麼服裝啊，7歲跳到以下20歲。哇，當專業未哦？真嘅。我是等下假是最尾又讓不你兩啥跳，好不好？做的好咩？冇樣沒做的跳，做嘛一天一樣？哎呀，你看我的臉就會忘記做菜吼。对，太斯文了。太斯文了啦。太衰啦！風衣有講做嘅嗎？对呀。哇，當素工這種手工的事情就交給張博謙吧。哦，我拜託咯。剛剛明珠姐說想讓你們兩個吃，因為你兩下看起來我講屁係嘛？什麼？沒有。東北沒有。7歲跳到以下20歲。哇，當專業未哦？真嘅。我是等下假是最尾又讓不你兩啥跳，好不好？做的好咩？冇樣沒做的跳，做嘛一天一樣？哎呀，自己想跳。你交朋友嘅咩？係，等下就來看啊。好啊。哦，你係用糖嘅嗬？傳統爭嚟炒。哦，你係風咗係？風咗工作。煮為好嘅在裏邊。係蜜餞係嗎？对。對啊。哦，今天也造哎。你們可以嘗一下。公館的。籽我已經弄掉了。籽已經去掉了。哦。東河色咯。冇衝起來哦，喲。唔係空氣來冇喲。我就平常都當個三期風煮菜嘅，今日到嚟要參加露營哦。唱歌呢，有50、60個老人家，每天我們要吃，我做姑嫂，2個配合了好幾10年，他倒是切，我們就後來一起炒這樣。啊，今天請假還，那你沒有做呢？有啊。有做好了呀？忙做啦，忙做啊，做到一半啦。哦，啊，緊做啊。做緊做，緊做，冇東西食咯，都是要嘞。那我們就只能吃紅棗蜜餞哦。那個就可以，就當然用了。啊，蜜餞係自己做的係嗎？這自己做的，我做的。怎麼做啊？這個種係摘下來曬乾啦。自己做。不要曬得太乾。還有它這是我沒有放什麼，就是鹽味。哇，冇加糖哦。沒有。冇那是加糖，這裡我們蜂巢的味道。這裡會冇天空啊，冇加太多添加物。啊，唔過藝出之前我聲音，
要给法吹吼，还会比凤州多，因为主角是发言。嘿对哦，对对对，不当然会不是视情况而定。对对对，哎我这样来体相。啊，今年用要上到哦，发财那个风轴不用空下，为什么明明主角是发财，我讲因为我想我们这在地食材，在地食材啊，要融入啊，要打广告啊。姐姐，你看我的脸就会忘记做菜哈。对，不能太斯文了。太斯文的啦。排泄的。网友有讲过有吗？哦，对呀，然后还有做乜嘅？炒菜啊你，家下同嘅書姐叫家陣嗎？你幫下工會同過嗎？會吧？傳統。還有我愛問依天哦，愛問依天哦，咩？看唔會香啊，一點鹽，還有一點酒，酒還有哎，才不會它腥味啦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演講比賽出來的啊？說實在的，我也是在餐廳上班的啦，哎呦那個飯店啦。對說做總實在的啦，某總不是啦，服務員啦，哦，常常跟銀行啊。前面都不想跟你講，還有留一手呢。在的。說實在，冇講啊，唔敢講啊，你可能以後絕對唔會煮。不會煮唔會煮哦，我們要出嘿師啦，才能夠確定啦。好，等一下等我咧，讓一就打嘴鼓。好好好，實炒都需要了哈。哎呀好這個弄過去，這個哇哇，等下做乜嘅？給大家看，給大家看。好漂亮哦！好不會黑給他結尾耶。嗯，你想出來的嗎？对，我想出來的。厲害厲害。對，而且重點是，家給老給把車逛沒不用落地耶。嗯，該行該演唔認會哦，他們只要用那個發財嘅米啊，結果他們講咩唔會打送。還不用要給吹布係嘛？嘿，老配講，歡迎做誒吹哎，布。我媽媽自己做哇的，嘿，錯。這個是拐式哈。這就是比較健康，比較健康。對，比較少油。現在不是大家都在減肥嗎？你懂我。他減了2年了哎，結果越減越肥，繼續減好不好？真的是減肥。對啊，這個就是少油啊。該玩黑馬該啊。這個是醬，所以可以沾這個的，這個是什麼醬？是芥末蜂蜜，自己挑的嗎？對自己調的。不要緊張，我不是，我本來就是會。它裡面有一點點那個碎末是什麼？那個就是芥末。哦，用真正的芥末粒哦。對，他應該不是你的菜吧？你眉頭皺得太明顯了。好，等一下當都正來哈哥。哥帥，沒有哥哥帥。謝謝謝謝，薛貓哦哈。他是很禮貌。哎，來自南非的感謝。來，哎呦，醬哦，看起來差唔多咧哦。用醬哦，阿英講馬沙凍醬，我講菜啦，不會做人呢。菜當醬主持人都唔是講的啦。哎呦，哦喲，主持人哦，極棒的嘞。好，讚到哦。要，因為呢個發財冇切過吼，驚會強硬哦，唔會唔吼。係我要傳統啊，哦，要糖果，對對對，有糖果啊，把春應該都會寫玻璃啊，不會哈。精華來了。那個流，點綴一下。哎，哦，去擺盤，好，倒數哦，好，來，馬上去的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去的是困難第一關地度，乃部卡米西卡好色嘞。哇，好谋生度呀，给法州呀，就是中案都变发哎！你看看我们这个看得出花菜的原型吗？哎呦，發財到哪道啊？哎，一点看不到，可是把花菜營養跟給本體全部都要低度。錯。大家來吃吃看。來，真的，我們已經先想好得獎感言了。是啊，或者芋好食哦。因為媽媽給老輩講，這個要幫班。這個就是減脂餐還崩盤。哦，對哈，還要減脂，好好吃哦。因為還要該講哈，我覺得也有畫龍點睛哦。好，換吃看藍隊的困難嘍。沒有，哎，你準備個食菜凍豆哈？東澎拍哦。哦，每年按會煮，都好食。韓一半你做的哪個福州的用的啊，帶着去南比中啊？有也許可以哦。馬椰豆嘛，吼。對，哦，買得到。對啊。好，今朝的時間到了哦，到底係你啊個
导游创意嘅料理，天女散花天女散花，那个野草之乡，嘿，都等咱做做得分呢，先来请卢师傅抢本分数。可以。好，等一下看一下举两个全部分数。哈？你不能每次女生队都这样子哦。没有啦，卢师阿斌哥傅，我很少反对你的意见。聽下要講到雖然講佢嘅顏值，但是佢可能度嘅變秘密武器嘅 SO 醬來嘛嘅辣椒嘅變海變多，所以我是要講變到香油咧，然後變到也是到呀像炸出來嘅清香嘅味道。他就加到该风轴给香梅梅，有冻蛤香哦。啊，你没吃到这个味道吗？有啊有啊有啊。俺以為入邊天嘅重點嘅料嘅炒同要客家米啊，佢要炒到用小米放翻也好，啊佢順康嘅類似像人都講開胃菜，所以我做同開味啦，也創意有拉啦，所以先入邊。OK，像你啦，嘅好，不用都给有没有法国面包上面呐，没做给前菜也没懂沾的。当然哦，这个南翠州诶，没是粉后生，妈妈的美食。家常菜都是因为强菜本身就懂好诶。然后南翠老凤翠呢，都会个个得到1分。马上呢就看一下今日你嘅子良师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今日呢，我係你嘅子良師傅來做表演呢哦。師傅呢做在講喺海陸雙棲，因為佢開一個海產店，不過呢有個山咁樣動厲害。今日帶來嘅料理有乜名？今日要做的料理係花兒朵朵開。新花吧？你剛才有新花朵朵開哎。溜個啦。溜。鵝是有花又有鵝是嗎？是花像鵝一樣花那麼可愛。哦，好，是試出嘛該。今日就呀鹹豬肉，即個滷嘅鹹豬肉，哦，切泡泡嘅安尼啊。哦，然後白花椰、搶白菜，胡椒芽、遍地粉、火龍果，呀花枝薑蝦仁。好。哦，好。師傅，你講一下，講這個是花枝。呀，花枝薑就一般的番茄。這個鹹豬肉係，那嘛該來滷嘅。豬肉係用蒜頭、豆油，嗰一些嘅五香粉。過來建議了。來建議。啊，等下有哪來鋪係嗎？做嘛個不用太白粉。飲起來。你染起來可以粘起來，本地會偏啲粉。較穩染起來，再一類長的發，然後一類拍的發。現在就要插上去了。哇，請選擇。你這個是跟子君偷學來的吧？他剛剛選的那個拐式啊。對啊。滷加下標米酒嘛？有啊，有標米酒。米酒、頭油、蒜頭。嗰一些五香粉，嗰一些五香粉。哇，當素工這種手工的事情就交給張伯謙吧。哦，我快聽咯。包好嘅，因為阮片啲粉要冰落一般簡單炸呢。其實油嘅高度都唔得超過花椰菜。哦，做乜嘅？為什麼？會糊態，花椰菜會糊態。所以油只能這樣高度這樣。對。那它上面擋到一個肉，摸鋪到咁樣？唔會冇，等下下變過嚟啊。哦。會破幾久？6分鐘到8分鐘左右嘅。哦，6到8分鐘。溫度都差唔多170度左右嘅。170度左右誒。其實假使你啲試驗做咧看吼，它是不是也是用金黃色來判斷？對，佢炸嘅時間盡量莫俾佢花椰菜壓到嘅油啦。哦。等到你中間炸到差唔多，我縮，然後嚟變嗰個料料炸一下，上色就好油。可是師傅啊，用會唔會下杯較硬長，蛋糕較嫩？因為下杯破完久啊。唔會啊，其實佢溫度係會傳上來啊。哦。腐肉係用3層肉嘅部分嗎？哦。3層肉皮有氣體嘅。哦，皮氣體。你係嘛個醬？呀，蔓越莓醬。就酸酸甜甜嘅，加油嘅東西，所以就靠到磨下嘅同埋滑。你這樣調嘅嗎？係啊，這樣調。啊，記得有用過。啊，當家用啊。對。等下要那個美術課咯。這是什麼？哇，好像梅梅姐哦。真的嗎？有像嗎？還有尊炳師傅哦。那你2一半。我攞20一半。感情安好，徐師傅不要生氣哦。哎呦！啊，佢每本愛是難看啊！哦。其中啥黑你的忠實觀眾，今天有談伯謙公主，是不是覺得很衰？這個
个大小可以吗？还是再大一点？要不要拿那个叫测量的来测量一下？测量哎，时间过了呢。哎，你们真的是被他拖累了。那个。火龙果，你还有火龙果，它只是一个陪衬，就是讲让它这油腻的感觉，去油腻，我生意了嘛油腻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果酱又是酸酸甜甜的，所以本身呢，唔乜生意了懂。反正就给它融合啦。哎，千中皮有酸甜的，是有甜的话，你要油啊，所以我懂东西。酸甜的爱情，比如讲奇异果啊，奇异果没奇异果可以的。哎，凤梨，往里走得到，酸酸甜双鱼都得啦，有的，有的看我好切的，有诶，有诶，有诶是什么？哦，因为有诶，哎，看不标没？站不起来，哎，不好放，令狗倒没走掉。的，令狗没走的。我们现在一起来担心站不起来的问题。切一下就不还要会。切过。应该要切个实际上在糖的那种很酥脆的上劲的。咔哧咔哧的。没有，会喷汁哎，超烫。我看看是不是该地图就发地还有哈金，红血猫。好好吃。好，我们宣布红队待会不能试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吃了。超像盐酥鸡的。我尬夫跳舞猫，我满足了。就他的同店的天女散花，仙女蛋花，这很像历史古迹什么巨人石柱吗？有点像哦。像一柱一柱的山，嗯，上面有树。好，等下我们睇下看一下来哦。里面的花儿朵朵开，子良师傅的刑罚累累口的，哎呦就好吃了。个嘿，乜个法壳啊？花儿朵朵开，等于子良师傅的刑罚累累开。那煮做的是那种子良师傅的刑罚嘞，想吃他的心花吗？还好，想哦，还好。好，今日哈就先来出题目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今日的题目係有得姜皮嘅人呢，叫佢留下拍法菜哈，當做飯來食咯，取代一拍飯落嚟增加嘅飽足感。喺入面呢，一拍法菜用富含乜嘅 A 果膠 ，B 糖類。喲，哎，那很明显吧？俺弟很牛慢姜皮人好，先猜拳。好，你要阿弟要拍玛莎的猜拳。我们谁想减肥的来？你猜拳。你们也是拍妹妹哦？对，你们也是拍妹妹啊？妹妹跟妹妹。剪刀石头布，来看一下。法菜底度就是花椰菜。做嘛该会增加食落较饱 ？A 也係 B 类，果膠也係糖類。A， 因为姜皮的人怎么可能还吃糖？对啊，对啊，这其实真的蛮简单的。对啊，好，拿点。但是题目会不会有陷阱呢？不会。第六选 A 哈，會。Alice 都在選 B 啦。都在答案係 A 也係 B 咧？答案係 A。为什么？还需要讲答案吗？讲解释。係喺本嚟記標嘅。繼續練習啦，哈。本嚟練習啦，因為啊，拍法菜佢本身有豐富嘅纖維質、維生素同果膠，其中呢，一果膠又係盡能增加一下飽足感，所以有利克制食慾。例如講100克的拍飯，它的熱量係183大卡。但是要拍法菜就只有25大卡哦，很少哦。张伯谦把刚才那个啊，这里就很多啦。总开口中 A 给法菜全部带这里。这热量真的够少。来 ，Hello， 我们赢的。他们赢的。那就看到两片就剪豆哈，那剪豆还做马改容。只是让我们比较好咬而已。那剪豆才咖啡。高老天，那边董秀粉是用 A 姐吃，因为他们是我粉丝。刚刚明珠姐说想让你们两个吃，因为你两下看起来我姜皮黑吗？什么？没有。
东白鸟，哎，东白鸟。啊，今天这班是错嘞。较后面人唔要分过来，唔要我分张无天色的啦。怎么可能？哎，还有尊饼师傅哦。那你使一我半。来一赛吧。钢琴安后，徐师傅不要生气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佢每本爱是难看啊，哦。打出情骂是爱。然后是用咪头，咁咩形容文塔糖啊？鲜味，东七。中期每个是唔多，盐酥鸡嘛，它的大白种的这个是盐酥鸡。你在外国吃不到盐酥鸡？吃不到，我去个做吼，去干做？你就是都给快点嘞，不崩哎。天冇，做的，做的。子君，你吃东阳版？哇我可以用南非话也 OK 哦。啊，那就是 lakut。 白虎做的很美，还有很好吃，白虎真的吃到他们两个都擦唇蜜了哈。这个吼，那都加个含猪肉当皮，那都给火锅要擦擦，系嘛？唔爱，就用因为叫卤锅的骨素当香，火锅加热过后又含开香。极度压给香，我真的不敢再形容，因为我看到你左边两位姐姐已经面带愁容，快录不下去了。那我们先来访问一下吃最快的卢师傅。因为我刚才掉了一半，没有给我吃到。好啦，佢哋หั่猪肉啊，通香，因为啊底背咧种有 QQ 啊，口感动层次啊，最美是到咧爆出来，有呛爆出来、拍爆出来，吃起来又会脆脆，所以口感层次动样。又配底下咧水果，其实会解腻。啊，Andy 龙沙，等一下我会寻梦基地哦，因为你看他还特别留2个给我们，真的很感动哈。很感动，那个是我要留给我们制作人跟工作人。大家解下比赛吼，嘅选择系1-1系吗？1-1，等一下会继续加油哦。唐讲等一下嘅环节很特别，准备好了吗？真的。准备好了哈。有信心吗？有哈。看蓝纯安台上，你们吃太饱了。有信心啊！当然有信心嘛哈！马上来进行最不美馆挑战喽！我是太宗谱，用最运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顺序嘅情况底下，两嘴很美味因为太紧张嘅，撒乱粉粉么？到底哪嘴真系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谁来上菜了？又到了料理接力赛的时间喽！料理接力赛呢，简单来讲，就会压个都在主持人会不会帮到他那一个队伍呢？这是肯定的啊！好，题目会吗？因为我哋做係灰鑊牛，回锅肉，你要说系妈妈菜啦哈。对，因为英国老客家炒牛梅是一熊穷，炒天一传染的哈。好，那我们要谁来猜？妈妈。好，来，效果不要做太满哦。剪刀石头布。输人。好，唔怕。冇上过啊，冇上过。姐姐你要帮我，都冇上过呢。你要帮我选那一只给呢？现在要几号？要几号？好了，1、2、3。哦呦，做得咯！耶，第3个我负责第3棒。因为你负责第切牛。对。因为我等下看一下，你帮我抽一个好了，你让我抽一下。哦，哪一家？1、2、3。哦，Number one。哦，张伯谦加油，2,000牛哦，一听2,000牛。Lakut。冇 Lakut。好，等下呢要料理接力所有做下嘅全部牛都带奶煮做的，得到最杯面嘅大头名呢，马上就会进行挑战喽。又到了料理接力赛时间，两下呢，我们的第一个棒次都已经各就各位了，马上呢就来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。我们刚才有看到隔空对决了一下哈，姐姐坐在旗卡前的啦，你看旗号旗亮啥黑列忠实观众，给面有坦博前空主是不是觉得很衰？真的吗？不会啦，我手拿刀子哦，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。切好哦，不要快，而且跑偏哈。哎，我的铁婆呢？铁刚很真情流露讲，没乱碰啦。不是乱碰。你又说跑掉？不是，不要吵架。有长度啊。白天的啊。冇啊，那咁么动火啊？夹切。切好嘞，我先录一下系吗？要先腌一下不是吗？不要到有起头以后啦。好，所以不腌哦。哎，好。好，恰恰的哦。对。这个大小可以吗？
还是再大一点？要不要拿那个叫测量的来测量一下？测量可以吗？测量一下看那长度好不好？好是说测量什么的长度？可以的。哎，时间过了呢。哎，我怕我时间不够呢。怕你们2个这么强，你们真的是被他拖累了。不会啦，切得动火啊！好，你沟里宽子君比较好看。啊，姐姐刚才也想过来，她说好了。好，強下咧。哇哦，不要緊張。不慣用切樣音，冇強弄啊，切哦。媽媽搞誒，為什麼？切廣東厲害，哦，做媽會切恰恰誒。恰你發較溫熱面啊，係啊，個較好看啊。接觸面嘅醬料嘅面積會較寬。錯。你係肉係熟嘅啦，這個所以拿來炒樣音的方式。用嘅線呀嘅肉。嚟香港呀，轉幫肉嘅意思。客家人做當全簽嘅嗬，可能做擺牙架嗰個年過節嘅擺牙嘅豬肉一度，做嚟做料理，會做當做料理，係啊，超好，係啊，切好了。天衣茶這邊繼續。可以，你可以繼續。芒豆連芒。切乜㗎？加嚟切嗎？粉。哦，再切一些綠子。10件多。媽媽，馬上。我選熱鍋呀嘛，好，我來。我選慢慢的煸點來嘛。好啊，馬上去聽你解，媽媽係啊。放我油呀，嗌來。好。哎呦，呢條用為要豆腐乾啊？嗌到南非㗎嚇，到嘅台灣人開嘅川湯做嘅經理做出嚟係5年咧，當厲害啊！做客家菜啊？唉，回鍋肉。當厲害，那最寬應用來炒。你已經把我們的期待放到這裡了，姐姐。我很期待哦，真嘅，等期待。標準備好過。沒有。好，你講你昆陽幾特別厲害哈？連兆姐，你來咯。要來嘅哦。我先煸吼，煸出油係嗎？煸個兩面金黃。可是像高一海師傅回鍋肉，咁真有炒天衣白這樣的回鍋肉。專門用一塊式的意思就係講，佢本身已經熟嘅肉。像祭拜的時候，拜的時候嘅用係嗎？係啦，對啦。因為按嚟佢說天衣包嘅嘛，已經熟嘅嘛，而家佢轉嚟再炒就天衣包。所以其實我用嚟炒菜仁炒啦，川菜沒有回鍋肉。但是佢川菜佢就炒辣椒醬、辣豆瓣。客家人嘅回鍋肉就係炒漂葉。低蒜冇低蒜，寬鹽低啦。有啲人咩會炒甜面醬，冇一天。廣東菜就炒甜面醬，客家菜就炒漂葉。炒客家帶些豆瓣醬也有。還有一個問題，我們的豆乾呢？有嗎？豆乾啊？冇豆乾咩？冇。我有偷乾係因為一般擺嘢我用5成後半全部都是用偷乾。所以其實當道菜係因為擺嘢編出來的菜，像客家小炒啦，咁咩係擺盞雞啊，全部都同樣，就係按嚟編過啦，慢慢嚟編嘅。所以冇停錯豆腐乾哈。冇一天。餐飲啊。餐飲啊，姐姐。葱頭同伊冇切啦。係啊，煸個水咧做啲先切葱頭啊、辣椒啊。好，煸個愛先煸安尼。你而家係其他東西冇切啦。你剛剛冇切啦。你未做得切啦。係啊。煮好了，等下唔是煸咧啊。你葱頭冇先煸啊。係啊。哎呀，就冇切啦。做得切，你做得切。很稀哦。啊，你一直怪我，這樣我們感情會不好呢。不然我們床頭吵，床尾和好了。那又不是老婆。哎，你是在床尾和嗎？他說不要跟我和。他說我被你害死了。那個。我們還要吃藍隊的呢。不是因為老公已經來了。對呀，要下班搞了一整天。而且給不開給買後自泡有不用哎。沒有，他們是整個社區已經站在社區門口準備拍手了。煮好了，等下唔是煸咧啊。你葱頭冇先煸啊。係啊。哎呀，就冇切啦。做得切，你做得切。很稀哦。咩？姐姐，你做得切。愛來切。係灌房，灌房。伊呢個意思係講，你做得先切過之後長落去煸。切好長落去炒。啊，你一直怪我，這樣我們感情會不好呢。因為你一直講話。因為你講話，對。不然我們床頭吵，床尾和好了。那又不是老婆。啊，辣椒會切嗎？辣椒。哎。
我们先过去了哈。加油加油！有床尾和吗？没有，我被你搞死了。搞死！那跳步广告有比较多哦。哎，你是在床尾和吗？他说不要跟我合，他说我被你害死了。我甲先不用呀皮的，去剪出来我油，你就唔是不用调到油，我安尼看油较酱，擦。哦，呀，不用嘛，甜甜椒，对，葱拍我先冰落去冰嘛。酸啊，蒜拍做的，当然就先不用。冇酸拍啊，第三个换你哦，等下挑上不你挑哦。将我先调嘛。一定要。 4、3、2、1，好，总上来放阳明珠节喽。呀，我好像也没有办法，也不用葱拍，酸拍。好，先酸拍，酸拍也不用，好。哎呀，将忙调呢。妈呀，比冰一下。哦，我突然熟咧。哦。你唔是冰啊，手里啊。哎呦，帅哥哦。呀，一听我呀，因为好要做我们的草条球。那你要换铲子吗？ 这里两记手啊！好，那我们来调一下米头。好。我干嘛 tell you？ 一些的调油，一些气泡没调。温度可以吗？做的。好，先帮你手一下。有嘅好。等一下上过来哦。好。呀，行我干嘛该嘞？我还没有试那里讲喊怕。等下摸佛哎，摸开佛。摸开佛做对吗？摸开佛它不会那个。 我们是纯正的那个啦，客家的那个会，就酱油这样。不过肉豆已做嘅全部用个会不用汤系嘛？意思咧，有等于不用，有等于冇不用。看你们自己。这样应该可以了啦。要按到洋葱嘛，添加个甜味，应该就对啊，对，师傅真的是难怪按到师傅。嘿呀，哎呦，好不啦？做对了。 唔偷要攞去唔可以抽解下，可唔可以？好。哦，哎，你好咧，好，倒數哈，倒數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等下除咗試看哦，今年嘅台中部係哪一組咧？ 专门用的，这里让大家觉得吼，单枪用煮的就当上是嘞，味道挺香的啊。哎呦，现在是看吼南非口味的。哎呦，改下吼，最尾冇看到明珠姐，你干嘛个秘密武器啊？甜面酱。哦，好香哦。Yes。拉克，有满意冇吃做诶？有满意。那就是你要粘蛋其他米头猪用的吗？嘿，非常好吃，而且我觉得是都有那个甜面酱嘛。 肉哦，香香美，香香美。哎，我们还要吃蓝队的呢。我们自己煮的。哎呦，不是因为老公已经来了。哎呀，老公来了没？快点回家了，对呀，要下班搞了一整天。而且给他不开给买后自泡要标哎。没有，他们是整个社区已经站在社区门口准备拍手了，这样。哇，那我们可能要跟拍哦。好，再盖了吃这口呢哈。传统的哈嘎梅西哈。我没有添加任何东西的，就酱油而已，最单纯的味道。对。然后是子俊之后给他得猪温用班，我觉得它的猪肉先煎，很香，然后皮又 QQ 的，对，很有妈妈的味道。然后谁要懂厉害啦？用煮就懂会啦。天哪！最后一个问题啊，你要几点放纸炮？ 差不多啊，你要给送来都不用了呀。姐姐，你黑空给没养人发钱，我拿这一都煮滚肉你敢吃了？要郑重出去。那这样子我们有压力的。社区要监督，我讲过了。我真的啦，讲过了。好，紧张哦，真紧张紧张，都带给我们你省钱很用班呢。先来唱鲁师傅唱本书。好，举高唔会病的吼，等下看一下吼，拜托你了吼。系啊，举两个抢本书。 哇！做这平一半。平手的意思就会讲两个都第一名。还有哦，谢谢，那我老人家有福了。先来公平一下。老师讲政策都去个重要的项目啊，遐头吼政策都是，你讲包括少一些自己调油的些项目，是不是很好？都是个
锅气是正差都该香味啦，迄正差料到是甜面这样香味就出来，就正差的样子。好，好，谢谢厨师。徐天哥公平一下。凉面我做落去好啦吼，我即摆要先做白叶山呢，因为遐边加个猪肉加有煎过有香味，虽然加酱香味无安重，但是猪肉煎过个米丝真正较无重要，所以我现在做蔬菜的变做两片都一样体面。哦，等一下，要强你强下一款鸡泡。都在强下一款。边一个分样哦，贵有这样一片的姜昨天要强，强下一款啊，好，今日嘅比赛是在动脑年吼，又动手口，两组呢都表现到十分的好哦，平手。今日两组都係大头名，恭喜！好，先來恭喜馮翠得到前藝員嘅加彩金，耶！咱翠妹昨天得到1500票嘅加彩金，恭喜！我等弄个切猪肉，你冇弄个切猪肉可能蛮不一样。係咪？是我的功勞嗎？是因为我很可愛。真嘅係因為你很可愛，誒講見冇讓人切豬肉嘅話，可能你真嘅就會3000元呢。大聲嘅，大聲嘅。我安排我對心歌。好，現在唱 P 粉記老太下分享一下，了解啊難得有做老妹叫我來參加比賽，心情樣辦老太下講一下。哦，今日當歡喜，會聽阿妹哈，來到一個地方，然後可以跟那個阿姨嘛，都要到鄉下嚟搞。當歡喜，當歡喜，哎，當歡喜，當特別的回憶，對對對，謝謝。太棒了！哎，怎麼辦？讓他 Q 子君，我們剛才好像有一個承諾答應觀眾哦。恰，一邊跳舞一邊講嗎？對，好不好？有辦法嗎？自己抓節奏。今天很開心，煮好吃的東西，跟媽媽，還有認識大家，還有跟阿婆們一起煮飯，很開心。好，我要一邊跳舞，我不知道我要怎麼弄。你就 solo 就好。我就 solo。好，謝謝你們，謝謝你們。哇，好優雅哈，好優雅。你跳舞跳13年呢。你真很厲害，他今天是剛好氣氛不對，因為張博謙在這。又是我了，對不對？他已經讓他真的走老師哎。哎呦，欣賞真厲害，恭喜你的。恭喜。好，等下問一下，先問一下我們的妹妹，老大家講一下今日來參加咗咩感想嗎？喺我報名嘅時間，我哋咩董緊張，可是今天覺得很不錯，大家都很和氣，謝謝各位師傅。哇，講電影社哦，不過還好電影社嘅連州姐哦，哦，今天能夠認識，你看南非嘅做後來都按演了，又按為主，個人那種美台廚師，還有要好嘅主持人，獎嘅主持人，哦，所以今日當用心來也大位安尼講，希望下一位有機會再過來，做得冇？做對了哦，我就靠你撐場的呢，真的，哎呦，哦，好，做對咯，答應我咯，好，莫開嗌哦，好，養不連累到，他真係比連累到，好啦，恭喜，好，今日呢兩組吼都當有特色啦吼，不過呢喺到南非轉到台灣來客家鄉親，你係講安站到嘅人哋，Saki地度嘅阿姨哦，今日也都帶出。布卡迪都最站到的味道，而且呢，兩組都互相交流，而留下聯絡方式了，而接上聯絡一下。下一拜比本季老子君去加沙去聽書一下祖本老人家聲，對不對？可以跳舞給老人家看。可以，對。哎呀，所有今天非常哦，分享所有哈，無論係國際化的，還有本愛到昨天看到吼在地的開心果，哦，分享大家夾夾來報名參加哦。冇唔錯，依家資助就等你睇起夾夾來報名哦。依家資助，我哋下一拜再見，拜拜。